你说你这是？怎么还没收摊啊？哎呀，师姐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晚上才是营业吉时啊！看，为了 KPI 得冲啊！你又……哎，你卷吧，我先撤了。师姐再见。出来吧。怎么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听说您这里可以定投。嘿，这小子又把我给卖了。你快走啊，这是买卖，我做不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有钱。嘿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担忧你的安危吗？这加塞的服务啊，可是有风险的。我不怕。嘿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行吧，那我就富贵险中求，帮你。对呀，你要去的那条道啊，被圈住了，行不通啊。我不该和他吵架的，可我们都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那我能再见他一面吗？不行，坚决不行。这他们今天给你们未成年教的什么呀？就像您当初帮那个姐姐一样，你也帮帮我吧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害这帮人，亏我帮了他。先生，如果您不帮我的话，我的母亲就会一生都陷入在自责与悲痛之中，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伤害孩子。哎，年纪轻轻，何必呢？先生，这梦怎么解？我女儿她……金门紧锁胭脂扣，百转千回楼上楼。你也不要关闭通往幸福的可能啊！可是，我已经不能。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。这是我女儿的，你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母爱子情深，子爱母更切。那位17岁的少女救人时因力竭而不幸身亡。